根据农业部在今年第一季的统计，台南市的年牛饲养量目前将近2万只，全国排名第3，是台湾鲜乳品重要的生产来源。为了落实食品的安全，台南市动保处甲着乐农、兽医共同来协力，每年执行未上市的年品抽验检查，包括车用的动物用药等。对111年度到今年的7月，总共抽验286场，拢无检出动物用药的残量，合格率达到100%，甚至还佫导入 AI 的科技，掌握年牛的健康，降低用药的需求。针对相关的乳制品，事实上我们从110年到110年到上个月7月份，我们总共有200多场次的筛检目前都是符合我们相关的食安的规范。那所有的乳制品，我们的台南的乡亲同仁都可以安心的来使用。因为现在都是用那个 AI 的系统去提早就是可以检测乳品质的这个部分，所以我们在榨奶的时候就会知道牛只今天的乳品质的状况是怎么样。那所以我们在提早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就不一定要使用抗生素，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，或是调整它的饲养管理的部分。那我们就可以减少投药，那减少投药当然就可以减少这个药物的残留，或者是说有些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菌的抗药性。那我们在源头就减少这些东西出现的话，当然我们就可以就是维护这个乳品的安全。活动现场当时有3间的乐农业者提供家己牧场生产的鲜乳，甲着年品做成的加工品，提供民众来品尝。未来动保处也是会积极办理畜牧场用药的检测甲着辅导，一方面保障畜牧产品的品质，同时嘛为民众的食品安全甲着健康来把关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